知道作家，作家，作家。越搞样子了呢？认真。好了，下去。好了，下去。他没烧，都没烧的。喂，烧不了的，烧吧。哦，都放少的，然后也可能剩一些剩一点就少，也有那种菜来，就去吃来，可能哎。那个天气热的就知道到后干，真忙呀，真忙了，那觉得真忙了那些，天气都弄了手了哈。有的很么熬到啊。有时要你抓呀，啊，这都管理的呀，我是啊。你喜欢乱搞事情了？你那娃在哪个？我等着。你这就叫找他妈吃哈！老板。哇！怎么了？我有空间去学了，哎呦，有空间去学好了，我头发。那好，我熬了。